罗斯的迄个人，今日伊写批寄来予我，讲伊啊真久无来甲我请安。若是现在伊也对我真敢讲，也无想讲比会已经过了3个月，若亲像飞一样，一去也无回头。俄罗斯的迄个人是我哥哥的好朋友，所以我自小不是甲伊做阵。要写着讲要倒来看着我，予我的面的红走去江边探看卖，永存的伊的形影，也会不在目前。俄罗斯的迄个人，我也每日等你回来。故乡的草花满开，真正欢喜。我也青春亲像花蕊正当时。若将伊的皮身看在身躯分几暝，无定会放弃两人快乐的青春梦。